你看小心啊，莲子很早，那个莲枣百合根啊，晚上睡前1小时红枣小米根啊，晚上睡前1小时，对吗？这个莲藕很汤啊，温温的，然后晚上睡前1小时喝，这个龙眼干汤，温温的喝啊，晚上睡前1小时喝，照顾脾脏皮，肉饭拌1小茶匙油照顾脾胃，胃肠吸收能力会好。吃酸的治脾脏排毒。小皮又干，胃气，看它排出来。1小时，它排出来，它就变成排毒。胃胀排毒，提升胃胀抗阻能力。肾脏排毒食品多多，肾脏不好的人说不能喝那个黄芪汤、长鸡汤。一般人还有喝那个黄芪汤、长鸡汤，感冒过气啊、过皮毛细孔，就是比较不会感冒。肾脏抗毒食品3样。排毒冬瓜抗毒3样，肾脏排毒靠冬瓜，抗毒靠3样，抗毒靠3样，排毒也靠用冬瓜。按压肝脏排毒要素养调底养神素，调底这低药物等调素。按压肝脏排毒要素养神素。调底胆醇3之一。早晨5到7点，肾脏最佳排毒。早上5点到7点。所以说早上不能行房，早上行房带肾啊，然后会造成那个人为导致下游虚寒。而且早上肠胃应该要吸收养分的时候呢，好不容易累积养分在炼精化气、炼气化水，所以早晨行寒大伤精气神，大伤水脉，造成下体虚寒，就会有那个影响生育能力。比如说早晨禁止行寒。